你能不能打球啊？这叫犯规，知道吗？篮球就这样。什么这样啊？哎，干嘛呀？嘿们，好久不见！哎呀，哎，战友，兄弟们怎么样？兄弟们都很好。以后胡云就彻底交给你。怎么了？我年纪也大了，不能每天都打球啊，我得生活。你知道，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开一间自己的小酒吧。今天，我就要去丽江，实现这个梦想了。以后你们打球累的时候，记得过来找我喝几杯，好吗？理解，理解，理解。再见，高原。再见，胡云。松子，来看我比赛。好球！呜呼！来，哎，怎么来这么晚啊？这白痴太磨叽。哎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胡云球场啊！对啊，我的故乡啊！行了，别废话了，2打2，来不来？来啊！来啊！啊！哇！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加油加油！哇，好球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吴阳，别聊吴阳啊！好久不见呀，高原。昨天我们是刚见过面吗？是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虐你们来了。你想干嘛啊？去年今日你们走狗屎运，还打伤我兄弟，今天我们找你们来报仇来了。哎呦，你很屌嘛！啊！输赢咱们赛场上见。缩头乌龟！你说谁是缩头乌龟？就说你！先再说一遍！别冲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早了，走吧。走可以，把球衣留下。我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别走啊！昨天给他们加油还加得好好的。向杰加油，燕玉峰加油，今儿给我们哥几个也加油啊！对啊，我也加油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对女孩尊重点。怎么着？说吧，怎么比？就一局，5个球，输的把球衣留下，错裤裆钻过去，敢不敢？开始吧，我让你们先发。你有当吗你？来来，那边看着。听说你速度很快啊，咱俩比比。小心你的脚踝。哎，球。你能不能打球啊？这叫犯规，知道吗？篮球就这样。什么这样啊？哎，干嘛呀？打球就打球，动作小点行不行？有什么事儿冲我来。来，下一球，1-0。走，快！给球给球！这边，你他妈会不会打球啊？有这么打球的吗？啊？有这么打球的吗？你能不能打？打球！动手！啊！打动手！不许出手！动手！都不许出手！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郑杰，什么？你冷静一点！进不了怎么的？揍他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别跑！不要乱来啊！都给我老实点！齐兰，
说说球队的规矩。你也不记得了？要打球先做人，做好人再打球。还有不准逃课。逃课怎样？开除。还有呢？严禁谈恋爱，严禁打架，违反者开除球队。好，你们谁参与打架了？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，参与打架的人收拾东西走人。教练，是4中的人先挑的事儿。香姐，你参与了是吗？收拾东西，滚！还有谁？教练，不是你想的那……闭嘴！高原一直在阻拦他们。高原，你当时归队的时候，怎么向我保证的？大家引以为戒。玉峰，你知道我多想和你们3个一起打球吗？对不起。哎呀，哭个毛线呐！他不要我们了，老子还不想打了呢。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拿我撒什么气？教练，你没事吧？你要说什么？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天他们记着您的话，始终没有动手。如果球队没有他们3人的话，是不可能赢的。即使赢了，我们也走不远。规矩定下来就是要执行的。还有2天时间，拿出新的办法出来。天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。起来，教练怎么说？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我去找教练吧，告诉他我们想打篮球。他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就死皮赖脸在那儿不走了。闭嘴吧！你闭嘴！那你说怎么办？你知道个屁呀！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你用脑子想想，你的办法行得通吗？没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这是给你们买的。哥几个，都长大点吧。看什么看啊？练球！
平时挺能说的嘛，你倒是想个辙呀！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行，你上啊！我肯定行。当初要是把我选进校队的话，我希望开除的是我，不是他们。上天给他们那么优秀的天赋，他们一点都不知道珍惜。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有多嫉妒他们吗？别说了，都是爷们儿。你轻点儿！哎呀，你说这帮孙子下手也太狠了。好了，严峰，你胳膊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严云峰，今天要不是我帮你挡那几下子，你早让他们给废了。少来了，白痴！行了，别撑着，擦一下。来。哎，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教练，教练。哎。